想不到小姐今年老兒家頂阿文師徒，已經小姐已經生產了，老爺今年還沒將佢挑剔，才過了4年，一出世就不願挑剔。俩下係生係死，就要看你這家的造化了。唉，想想老爺，心肝真狠心，卻也就沒顧親情啊。高牆归他祖先，海外沐風土內煙，舊當思憶愛從。奇怪嘞，這等安久誒，因為無人倒轉來，前日的
生日呢？唉，相愛呀，同愛不用家，生前安多年的呀，都倆哈，就我叫一男半女，哦，沒想到啊，愛做我卡倆半路誒，啥不能念到了生日呢呀？愛想可能啊，係你啊，生日的老愛有緣咯，也係天公吧，你都係同情愛，既然就冇人做來情誼，就算係愛老二有緣，聽愛做無卡了。上來呀，就欠啦，全部係啊，我係所害愛嘅，佢出家好妒忌，又不務正業，佢幹嘛非到還賭莊，老外買本送阿去做姑娘，上到嘅阿時候。白姜呢，又穿唔上前，冇可能，我咪享受榮華富貴呀！佢什麼人啊？像佢係乜鬼咯？唔就係好好來享受人生，偏偏嘅白腳阿姨就做唔到。想啊，土葬每家去，後數又會將我呀。假使我係土葬每家，又將我再買酒家，哎呦喂呀！倘到啊，我就會驚死，無奈何，只好天天阿去過苦日的，也以後嘅日的啊。愛用辦過啊！王妃強出那。
的馬身啊，巴拉怎麼弄呀？家庭啊也那滿，好情哪裡呀？这本人哇，很好啊！這有酒好啉咧。誒，等啊！要揾男仔嘅生意咧啊！愛怎麼卡半路紅娘多嘅呀？你看，伊呀，係咪當得人下？你呀就是田公伯送過人嘅生意嚟呀？我個等一下啊哈！我個田公伯送人嘅啊！啊！愛啲咧，係咪？你老輩頭中嘅聲音呢？想愛念咗來向，唔敢講實話，就偏來把我念到嘅呀！馬上大家注心看，得意心中也清楚。生意嚟啊！真嘅，唔係嘅，我該講嘅，真嘅唔係啊！愛在呢，嘅唔係講嘅，係愛多種嚟講。喂，你話到，你今日唱隻黑羅哈？你話到啊，空境狀來怪我，愛就看。你讓生意做了就給我，哎呀，真是我不愛欠死呀！韓國唔係親生意，只看行為真子命。過年只來將來去，騙我只讓他們贏。天哪！佢真嘅就咩愛嘅生意嚟呀？你愛打愛，冇要緊啊，萬一見啊冇生意，那打到了生意咧，我用架實也安心。我講你，我書上就會負擔佢啊。咁我會想到生意呢哦，哼！既然安樣，留下生意，我走就去。唔好啦，你莫安用人啦，了生意呢啊，無依無吧，當菜哥呢？生意呢菜哥啊，冇關係啊。跟愛呀，就讓做善事，我哋下水啫，一唔為本地嘅繁盛慳要啊，我唔會做唔會假嘅，你又唔是希望唔會假情愛，按夫妻關係多次結束，你向人嘅人本土。愛下愛嘅土木橋，從此互不相干。哼！莫走啦！不要走！莫走啦！不要走啦！哎呦，真是我們天死呀！哼！
天這位啊！哦，倆聲音呢，又叫無停啊！咁嘅都市謠誒，佢研究就冇識東西了，安樣辦人啊？哎呀，佢下安息，安咪乜嘅幫醫生咯？錯我隔壁嘅阿爺咧，將江西人叫我哋天天，來去拜託佢，天西人咧，阿爺咧一定會答應咧，冇叫咧，冇叫咧，謝。雖然今日唔係講得真富足，不過享有富龍的同時，一家和樂共熱，咩係一種幸福。再講，有幾不家家事全係佢做，佢做嘅唔限定愛辛苦，唔是愛天數。現下富龍愛出做工，生意呢，你說把好水做，正好利用兩個時段，趕緊將山富試試啊！阿爺嚟喲，阿爺嚟，阿希哥。你會哪一個聲音呢？你會有聲音的呀？阿姨嘞，你聲音嘞，係我愛做木卡，半路念到嘅呀？乜解？你念出來嘅？係啊，我讀機會喲，叮當機會啊，就無人進來，前兩個聲音呢？愛上啊！我讓我春蘭都掠下結婚按機會，就無講一男半女。故說啊，我就讓佢男做女婿嘅呀。一年一個生日真富有，也不敢春蘭，係嘛？一樣會係。還當天咯，離家出走了，哎呀，就出嚟啦！也冇卡出來，哪有可能？但也本意有騙人嘅聲音的呀！我看了聲音咧，應該我可能啊，他都是謠的咧，不過咧，我有一個男名人。你唔知到底佢做的什麼嘅，我都會想哦。你啊，將江西人叫我聽，應該有法度，故說來了咪，拜託你到佢親人吶。你說種聲音不愛，看你聲音呢，你真有人緣。叫安叫，應該係有快的，上下的也係一才過。你來去刺激，你都冇怪定愛。
是包满足水的气嘞，你看这水上一定影响。什麼意哦？阿哥，你這聲音呢？用到我屋卡，我會照顧你。春蘭照提起嘞，你個日去前記，前到幾個時節，老見參詳一下，千萬唔好因為生意呢，影響你講好嘅感情。好啊，感謝你啊！